Sirmai
谢谢印尼婆罗洲合唱团，就知道大家意犹未尽。这次印尼婆罗洲合唱团是来到台湾首次的演出，他们特别也准备了一个 surprise 给大家。surprise 什么礼物呢？这个惊喜啊，就是他们要用中文来唱歌。啊，印尼原住民唱中文歌？你没听错，他要用中文来唱《白云之歌》，让我们掌声欢迎。
谢谢印尼婆罗洲合唱团以天籁般的和谐嗓音，带给我们一场丰盛的听觉飨宴。从他们充满活力、自然、和谐的歌声当中，让我们感受到这种一家人的亲情，实在太棒了！谢谢你们，再用一次热烈的掌声送给他们。这些歌声啊，跨越了种族、肤色、语言、文字的高墙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一家人的亲情。刚刚啊，在后台看时间。